嗱，今日想同大家講華為啊有新嘢出啊，今次華為出咗呢隻華為 Watch 啦，佢更新啦，出咗呢個 Fit 4啦，咁同埋呢一個 Watch 5兩個系列啦，咁兩個都係普通版同埋 Pro 版啊。咁啊主要 Fit 咧都係講啲即係都係啲平常更新啊 ，performance upgrade 咗。咁我今次最想講咧就係呢一個 Watch 5啦。咁啊 Watch 5 Pro 咧今次多個新功能，即係我哋平時見到啲錶咧，邊咪有個位可以撳掣，可能翻主頁咁樣噶嘛。佢今次係多一個功能，佢叫 X-Tab 嘅功能叫，佢話可以做到叫微體檢嘅功能，可以係啦，撳住嗰隻大概1分鐘左右啦，佢就會之後就會生成一份微嘅報告俾你啦。咁你健康人冇問題啦，咁但係真係有啲高血糖啊、高嗰啲風險嗰啲咧，佢真係可以俾到個 warning 俾你咧，就幫你可以快速咁樣咧，可能去醫院啊去睇醫生解決呢個問題。佢睇 heart rate 啦，係睇睇你有冇 atrial fibrillation， 即係嗰啲唔正確嘅心率嗰啲問題。咁佢幫你 detect 到之後咧，佢就會 prompt 你，或者例如你血氧量又唔得咁樣啦，咁佢就會 prompt 你話俾你聽，你嗰個有機會有出問題咧。佢即係公佈技術嘅時候，亦話佢係 learn 嘅時候有機會去揾到 related to lung cancer 嘅一啲 risk factor 咁樣。咁就如果係咁嘅咧，佢就會 prompt 你叫你去睇醫生做下 check up 咁樣呢啲功能咁樣。但係佢點樣做到話有個 relationship 咧？咁我就冇特別去了解。咁我覺得今次幾好嘅，因為即係話晒智能手錶個差唔多啦。咁今次出呢個功能啊，的確我覺得係有啲亮眼嘅，即係相比起其他品牌嘅智能手錶都有做嘅其他品牌，但係未算係話咁全面睇到所有 data 而係可以有個類似 report 話俾你聽咁，同埋係準㗎。佢個技術係如果你 Pro 版咧，佢嗰個 True Sense 咧，佢個誤差係好低嘅，所以係幾有用。咁所以如果真係注意健康嘅，都可以考慮下呢隻手錶啊。